是出现偷摕花的贼仔，家人市武岭街有一个查某人哦，伊看到厝边种的这桥仔色的一盆花真水，也真歹买到。就伫呢人真济这大路顶头，直接将这规盆花家搬走，再搁放入去伊事先准备好的塑胶袋仔内底。厝主感觉讲，这盆花其实无讲偌济钱，所以暂时无要来报警察。不过查某人完全拢无就偷摕行为，实在是真悍。穿蓝色洋装的负人人，行伫人来客去的大路顶悬，看伊手提青色的塑胶盒仔，对这个住户的花盆遐甲行去，过来伊扶落来，慢慢仔捡，敢若亲像看到介意的花。后一秒，伊就直接甲这个规盆花甲捧起来，放伫个伊事先准备好的塑胶盒仔内底，假做无代志，佮甲偷摕走去。放在这个上面呢？还是放在这边？对啊，就整个端走，整盆就这样端走。代志就发生伫个家人的武岭街，厝主看到拢戆去，伊一出门就发现花盆仔哪会无去，调监视器来看，才发现到讲是去互这个负人人偷摕去。他哪来的自信说这样直接拿走不会被人家拍下来？因为我觉得他不是临时起意的，就是有备而来。你看他走到附近还小跑步了一下，然后赶快停下来。对。伫个附近的店家嘛讲，捌拄到贼仔甲规盆花拢偷摕去。贼仔想讲，这个花可能是价值无偌济，店家佫袂去报警，才会安尼塑料佫栽空，佫来偷摕。他以为是我们没有看到啊，就直接用手拿下去啊。这个不行这样子，如果说有钱来买，没钱说老板娘好喜欢吃，这花可以送给我吗？厝主讲，虽然去偷摕去这款海猪仔花无偌贵，不过真恶咧买，感觉讲这个负人人安尼直接来甲捧去，实在是伤悍嘛。目前伊还佫无报警，希望附近的住户都要较张治这个家己会穿塑胶盒仔偷摕花的恶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